一个文化资产保存下来嘅，按用嚟发发上修下去系长久嘅考验。接下来带大家嚟看，喺台北一座大都市地图，能被经过抗战保存下来嘅宝藏岩记录，係用嚟利用发发嘅。另外，国立台北教育大学也有一啲日本式联动建筑，好過台北也是上海提測係起大樓，不過現在部分居民還係打睇嘅。有特別能學校嘅學生嘅屯空屋打造做實驗基地，屯空屋允許高利用，學校也強勢無望而能使做嘅。向下來看下先。人查來來去去嘅大都市，有一個日本式建築，一般人喺啲銀行套行下過，可能都難發現。也係一間由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學生嘅開嘅書店。書店西門西動文獻，其實頭擺係學校教職員嘅宿舍。學生嘅老記重新整理同切割，變做一間貼身嘅通牒書店。那時候為什麼我們想做書店，是因為覺得，為什麼台灣的書店已經一間一間在消失？那到底小朋友要去哪裡看書？就只能去圖書館嘛？可是那其實是不一樣的空間啊，對啊。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想說，既然我們都來自不一樣的地方，所以不可能說，我回去我家開書店，你回去你家開。那一開始比較困難，所以我們想說，那我們相遇的地方就是學校，那我們就在學校把書店一間一間開回來。一間書店順空，還有連我接到日本式嘅宿舍群，地背還有一道嘅熱氣。本地教房按順為了宿舍拆體來去過大樓，啲學生嘅落去過後，現時教房未簽時愛幾下掉忙時曬照。因為其實這個區塊它有個比較曖昧的地方是，就是學校其實是會希望可以把這邊拆除蓋大樓的，對，那我們就是因為這些居民還在，然後學校也算是很仁慈，就是不會強勢要把他們趕走，所以這些居民考慮到我們學生在這裡使用，然後他們也會希望說他們可以盡量在這邊待久一點，那這樣學校沒有理由去把這邊做拆除，然後我們就可以繼續在這邊做使用。也特別係啲歐良技術，故所學生嘅老記喊做歐良基地，主題有一間細細嘅書店。一個基地還有展覽工作、文創品展演，韓國同大家分享神農教育也條，特別嘅學生嘅都發揮出無窮用嘅創意。我們辦了很多，比如說像展覽，然後展覽的話會以社會議題的為主。那我們也會辦，比如說像社區的廚房活動，我們請社區的媽媽們進來到這個空間，然後教我們煮她的拿手菜。然後還有一些共識活動，因為其實我們這樣的空間日治時期之前的時候，大家學生們是會一起吃飯的，它有個食堂。那我們希望回到那時候空間，所以我們舉辦了共食堂的活動。因為那時候我們老師因為是建築背景的老師，所以從2011年開始，他就帶着我們學生，我們這一屆學生一起來，先舉辦了一個建築營，然後包括整修庭院啊，然後做一些家具這樣子。然後後來一屆一屆，因為不同屆的同學有不同的個性，有些特別喜歡電影，然後有些特別喜歡音樂，所以我們就可能在這邊辦不同的活動，像是音樂節，然後辦電影院。歐良基地係學生嘅同內行嘅先生分析係，未認真學校看到嘅學生嘅成績，故送無眼會見面曬照，也未算係單位一種嘅教育空間。不過來看單位嘅素材。同樣係啲都市都市嘅歷史記錄補充啊，保留嘅過程當中需要動態嘅整理。那隨着台灣的一個都市計劃的一個改進呢，寶藏巖其實曾經一度被劃為一個台北市的公園預定地，叫做永福公園。那所以寶藏巖隨着當時候的一些激烈的一些抗爭啊，然後運動，那文化局的局長，當時候是龍應台局長，他決定就是說把這個地方用一個歷史聚落、藝術村的方式去把它做整體的一個保存。保存下來過後，市政府老部嘅增高，好本意是人夫尚未留下來吃，無照合乎玉石條件嘅機密多進來吃。這個結合藝術村，打造出也下藝術同機密共生嘅概念。唔但將提供創作嘅空間，好本各國嘅藝術家當代，
未提供本將參出頭嘅文創家有目有用嘅展覽空間。今回台湾は3回目なんですけど、前回の滞在はメインステーションの近くの台北アーティストビレッジに滞在したんですが、今回はこのトレジャーヒルのもっと生活に近いというのかな、あと歴史のある場所に住んで、制作をしたいと思いました。我是听过宝藏岩的这个名字，但我不知道这是一个艺术村，因为我本来只知道就是华山啊、松烟，可是他们那两个都现在变得很商业化，所以我一直很想要找到这种地方，就是文创的那种空间，然后很多艺术家聚集在一起的那种一个村落吧。如果條下馬實現咗呢幾強盛嘅好機，也條幾面沙齒到動物館。唔係油豆嘅起理，係青豆嘅起理。因為藝術兩種東西會唔對啦，喺老北鄉嘅古城發展，兩幾年因為佢嘅藝術家嘅片嘅帶頭嘅人，感覺係較有釋出嘅善意嘛吼。同兩片嘅居民較有接近，有時間帶做下會有個污穢產生，兩下就有人去排解，兩污穢就會講清楚，原來就唔係按一回事，悄悄的就較好咧。為到有限卡多嘅連結，藝術村當年都會安排一下從駐村藝術家同居民合作嘅展演活動。才是劇團未邀請居民向下來表演。寒假今年3月尾將開總嘅插播店，未係藝術村同居民向下打造嘅，賣嘅東西未單單係居民自家做嘅，唔單將室內度採提嘅好美食，未有工作嘅機會。比如說，每年的元宵節，我們會做一個大型的燈節，那今年是。把視覺藝術家跟表演藝術家一起的做了許多裝置作品，那甚至也會邀請居民們一塊來參與演出。那過去還有像在這邊的蔡氏劇團鍾喬老師，他們也會做許多的跟居民之間的劇場的活動。很多次表演，我們也嘗試把這一個寶藏岩，或是關於城市的這個被遺忘的記憶的題材放進去。那在這個前提下，當然是希望，像寶藏岩這樣的一個老兵的記憶，以及在這個世界上、社會上被遺忘的這些弱勢者的記憶，它能夠共同被呈現出來，這是我們的目的。其實柑仔店它最大的特色是它沒有老闆。柑仔店沒有老闆，它的老闆大家都可以來當店員，你也可以來，你有東西要拿來柑仔店賣，全部都可以。那它就是對一個聚落文化保存的一個呈現了。希望說未來有更多這種就地就業的機會，那留下更多的居民來為這塊土地，因為它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，那來付出一些心力，那你又不會說沒有三餐。要為補充案發發嘅啲嘢，常樹山要隨條做到衝擊下條安尼麼？好在表示，大家知道建築嘅歷史發展同生前分批都冇相同，天促會要經過討論同計劃都同潮期爭來做。不過是為那日獲嘅好點點嘅本日餐廳呢，嘅就乜嘅就唔是講嘅。寶藏岩是整筆是私有地，所以它可以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保存區的規劃內容。長壽山因為剛涉及到的產權比較多元，可是我們在想象這個文化景觀的範圍，絕多數還是盡可能以公有地為先劃設的第一個條件。因為私有地要協商的過程比較複雜，可是呢，在劃設這些公有地的時候，有一個觀念是我們一直強調的：任何的國家的產權。所有的現在上面的使用者都是代管者，從住戶一直到公家的機關。一個大學跟一個居民
在代管这个国有土地，没有谁是具有更高的优先权。这个要经过公共性的辩论。你还乜嘅睇嚟咪轉題啦？所以講唔係講而起碼嘅屋當按好屋，我表現攞頭擺歷史攞頭擺文化間嘅屋啊，嗰係冇簡單嘅事情。不管佢轉嘅屋，在哪轉屋，都係非常重要嘅屋，啊點解叫文化呢？保留嘅意思係講有漢土、有漢字嘅使用，故所接送為本人指導，克服唔到現推嘅經濟效益。三蘇山鐵路有到土地嘅所有權人推擴大，雖然現時冇出現嘅計劃，還可以用打官司嘅方式，希望出乎老屋嘅拆體、樓梯版本嘅壓倒。台灣有一道含有歷史意義嘅素材，面對都市外發展，接送連年出乎都受到威脅。大家講下到將嘅老屋嘅拿來再個好好利用，共有整齊的。安尼嘅老屋嘅要接送不准，本當係啲幾個人留下來。是講因為天公因為暗就形成了歷史。喺安尼嘅環境下，有亞到人嘅互通，唔淨係文化景觀一定保嘅素材係。